你是否幻想过，如果世界末日来临，被怪物包围的你该如何活下去？今天给大家介绍韩国电视剧《甜蜜家园》。影片开头，在某个下着大雪的夜晚，军队包围了一座废墟，一个浑身血迹的男人走了出来。随着他的步伐，一群怪物渐渐苏醒。故事要从刚刚搬进新公寓的男主说起。一个年轻男人抱着电脑向一栋公寓走去，路上遇见了公寓的保安，保安热情地和他聊天。男人看起来却不想和保安交谈。男人名叫贤秀，是一个19岁的高中生。刚搬进公寓的他走向阳台，思考着是否自杀。保安室的门口，一个男人正态度恶劣地训斥着保安。男人走后，保安岗松了一口气。一个女人阴阳怪气地和保安搭话，眼神里带着轻蔑。走之前，把自己怀里的箱子给了保安。保安打开箱子，里面的鱼被苍蝇围绕着，气味难闻。突然，保安流出了鼻血，鲜血滴在了鱼上。画面回到贤秀，站在阳台上的贤秀突然看见一个女孩在跳芭蕾舞，阳光洒下，她看起来十分美丽。她停下舞蹈，注意到了站在阳台上的贤秀，她并不像她看起来那么娴静美好，直言让娴静不要死在这里，给大家造成困扰。娴静却并不在意。回到家，她看见保安正神情诡异地站在自己房间门口不肯离去。公寓的某个房间里，一个女孩正在弹低音吉他，她背上吉他准备出门，遇见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。女人温柔地和她介绍自己的孩子，而低下头的女孩神情古怪，因为她看见婴儿车里并没有孩子，一切都是女人幻想出来的。女孩正觉得诡异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主动解释说女人不是坏人，看起来也是这栋楼的住户。男人和她同乘一部电梯，面对男人的主动攀谈，女孩不自然地回应着。昏暗的房间里，一个浑身缠满胶布的男人被一个脸上带着疤的男人踩在脚下。他祈求脸上带着疤的男子放过自己，男人却无动于衷，继续折磨他。似乎这栋公寓的住户都有些古怪。另一边，跳芭蕾的少女躺在床上，一个男人敲门进来，女孩十分不耐烦。贤秀坐在电脑前面，房间隔音不好，她听见隔壁房间的女人在和自己的猫说话。紧接着，突然女人开始哭泣，不停地说着我很饿。贤秀的手机突然响起铃声，不停地接收到消息，响起的铃声夹杂着女人的哭声，格外刺耳。快递员提示包裹送到门口了。贤秀打开门准备取自己的快递，却看见箱子里的泡面洒得满地都是。他循着痕迹走过去，突然看见隔壁房间有一只手伸出来，地上布满血迹，一只怪物嘴里嘟囔着说我好饿，似乎刚才女人的哭声就是从那个房间传来的。贤秀惊恐地逃回家里，却听见刚刚在隔壁哭泣的女人在门口求救。女人瑟瑟发抖地说自己房间里有怪物，不停祈求的她放自己进去。贤秀觉得不对劲儿，想起那只怪异的带着鲜血的手，她提出要看看女子的手。女子听见这句话，突然停止了哭泣，鼻子流出鲜血，惊叫着变成了可怖的怪物，疯狂地撞门。贤秀害怕地盯着门口，直到女人的声音消失了，她冲出家门，女子已经不见了，只有一地鲜血。她看见一个脸上带着疤的男子神情冷漠地从楼梯上走下来，随即贤秀便晕倒了。楼上弹吉他的女孩被敲门声打断，她被一位邻居投诉了，连忙走过去道歉，却看见门口显示器上出现了一张恐怖的脸。或许是没反应过来，女孩还在为自己的噪音道歉。门口凄厉的叫声和越来越强烈的敲门声让女孩变得惊恐，直到声音消失，女孩走出门，看见一个脸上带着疤的男人。男人盯着血迹和门上的痕迹，两个人意识到那是怪物，疯狂地撞门冲进去。跳芭蕾舞的女孩看起来很讨厌房间里的男孩，尽管男孩关心地嘱咐她，男孩准备出门打工，到了楼下发现出口被封住，住户们被困在公寓里，聚在一起议论着。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没有信号，所有出口都被封闭，根本没办法向外界求助。一个工作在消防局的女孩打开监控器，座机拨打消防局的电话没有接通。超市老板在监控室里找到了打开出口的开关，正沾沾自喜解救了被困住的大家。当聚在1楼的居民们正准备出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门外站着一个狰狞高大的怪物。来不及反应，怪物就抓住了一个男子，男子当场毙命。打开的卷帘门立刻变成了放出怪物的出口。在慌乱中，戴眼镜的男孩及时冲出，用灭火器击退怪物，准备让超市老板重新关闭卷帘门。然而灭火器却用完了，怪物眼看着就要走近。突然，一个女人扑向怪物，为男孩争取了时间，自己却被怪物咬伤。正是在消防局工作的一警情况危急，马上就要被抓住，幸好男孩及时救了他。
突如其来的惊恐让人们互相抱怨，情绪激动。灾难面前的人类十分渺小，恐惧也释放了人类的本性。没人知道那是什么。死里逃生后的人们刚庆幸着，却发现在外面的一片废墟中，无数怪物正在游荡。逃窜的人们被怪物杀死，恐怖的气氛更加浓郁。站在窗前的贤秀惊恐地看着外面，突然流下了鼻血，鲜血布满了他的脸。贤秀陷入了回忆。正在打游戏的贤秀无视母亲的声音，原来今天上家庭旅行，爸爸妈妈和贤秀的妹妹坐在车上，爸爸很不满地数落着儿子，提到他气氛有些古怪。在争吵中，一辆失控的货车突然冲了过来，就这样除了贤秀，一家人全部死亡。而那辆货车上司机的鼻子流出了鲜血。贤秀似乎并不为他们的死难过，反而在葬礼上控诉父母留下的钱太少。时间回到现在，贤秀昏迷地躺在地板上，而脸上带着疤的男子在楼梯上遇见了摔倒的芭蕾舞女孩。两人正说话，男子突然被从背后窜出的怪物一口咬住，那是一个穿着红裙子的怪物。男子却没有任何反应，甚至动手制服了怪物。男子看着他，意识到这就是贤秀和弹吉他的女孩口中的怪物。另一边，弹吉他的女孩在楼梯上遇见了一个恐怖的男子，男子独自嘟囔着，随后流下鼻血，变异成了可怕的怪物。怪物逼近女孩，就在这时，电梯的那个男人救了她。公寓的住户们准备堵住出口，而因为母亲却反对，因为她的女儿还没有回来。这时手机上显示了信息，人们终于得知这场灾难的缘由。令人恐惧的是，他们封锁了出口的公寓内部也有怪物正在游荡。住户们为该不该回房间发生了争执。这时脸上带疤的男人走来，人们发现他的伤口，害怕他被传染变异，把他绑了起来。网络恢复后，这场灾难的详细信息公布在网上，人们意识到怪物异常强大，而变异的预兆就是流鼻血。想到这里，贤秀准备在变异前自杀。在他打开门准备拿自己买的泡面时，一只被砍掉眼睛的怪物走进了房间。贤秀不敢发出任何声音，直到怪物离开。安静下的一举一动都变得格外恐怖。住户们决定杀掉被咬伤的男子，在超市老板准备动手时，却被男子打倒。显然男子身手不凡，是个不简单的人。弹吉他的女孩和戴眼镜的男人结伴而行，救下了一个满身伤痕被胶布缠起来的男子。男人突然想起在出电梯时看见那个脸上有疤的男子拿着一袋胶布。另一边，公寓的住户们准备躲进幼儿园，而幼儿园的园长正是那位反对堵住出口的母亲。弹吉他的女孩一行三人发现了在房间上吊而亡的一具尸体，这让女孩想起了过去的事。而犹豫着是否自杀的贤秀突然听到窗外有声音，原来一位父亲准备吊在高空准备出去，突然一只怪物慢慢靠近他，贤秀想提醒他，可来不及反应，他就坠楼身亡了，留下两个孩子在窗口。贤秀想去救孩子，但是自己也被怪物发现，怪物抓住他无法动弹。就在这时，怪物的触角突然被什么东西斩断，他看向外面，一个男人拿着自己改装过的武器救了他。男人示意贤秀不要说话，用纸传递信息。在男人的鼓励下，贤秀决定鼓起勇气救下两个孩子。另一边，弹吉他的女孩和其他两个人走在楼梯上，被救下的男子提出回去。脸上带疤的男子打倒老板后逃了出来。走在楼梯上时，跳芭蕾舞的女孩跟了上来，两个人看着彼此若有所思。贤秀和救下自己的男人会合，却发现男人双腿残疾。男人将贤秀的武器进行改造，准备放手一搏。贤秀拿着武器来到外面，在怪物横行的公寓中准备偷偷救出孩子们。失去眼睛的怪物听到声响，找到躲起来的贤秀，贤秀反击之后逃走。怪物虽然失去双眼，但是听力敏锐。贤秀用两只弹力柱吸引怪物注意，趁机冲上去打赢怪物，立刻向孩子们的房间跑去。超市老板恼羞成怒，拿自己的妻子撒气，辱骂妻子并动手打他。两人准备去外面看看，大楼的监控没有作用，两人意识到关闭出口的人是在保护他们。失去父亲的两个孩子惊恐地躲在房间里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贤秀的声音传了过来。贤秀安慰着孩子们说会带他们离开，即使他的手微微发抖。来到配电室的衣景在黑暗中穿行，贤秀带着孩子们逃出去。即将离开的时候，突然一只手沿着自己手臂上的伤疤摸了过来。贤秀鼻子涌出了大量的鲜血，他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儿，用最后的力气让孩子们赶紧离开自己。紧接着痛苦的回忆浮现出来，另一个自己出现在贤秀的面前，带着诡异的冷笑击垮了贤秀的心理防线。贤秀究竟经历过什么？为什么他会一直犹豫是否要自杀？关于上一季中贤秀父母去世的故事似乎并不完整。在一辆行驶的车上，贤秀的父亲埋怨着儿子，
贤秀似乎被刺激到了，和父母妹妹争执起来。贤秀的情绪很激动，从言语中可以看出对他们的怨恨。就在这时，失控的货车撞了过来，贤秀在医院的床上醒来，他对自己脑中的画面有些恍惚，似乎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。身后的男人嘱咐着他，一张和父亲一模一样的脸出现在贤秀的身后。贤秀一个人走在街上，觉得一切都有些不真实。这时，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又一次出现了，他的眼睛带着不正常的黑色，在邪恶的蛊惑声中，贤秀明白这是自己的痛苦幻化出来的欲望。一扇房间的门重重地砸到贤秀。场景回到公寓，一个健壮的怪物出现在楼梯上，两个孩子慌乱中拼命拉住贤秀，但是仍然没能把他拉出来。突然眼睛变黑的贤秀拼命拖住了怪物，怪物将他重重摔进墙里。幸好智秀和宰蟹赶到救起了他。贤秀醒来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从鼻子里流出的鲜血，眼睛从黑色变回正常的样子。智秀知道了贤秀是感染者，贤秀想起自己的承诺，恳求两个人帮忙，一定要救出孩子。没有开灯的房间里，地上散落着被搅开的胶布，脸上带着伤疤的男人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，将烟头灭在了钢琴上，他似乎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另一边，两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走在楼梯上，弟弟的脸上因为恐惧挂满了泪水。一声巨响打断了两个人的爬楼梯步伐，是那个没有眼睛的怪物，他嘶吼着说自己看不见，而两个孩子早已因为害怕僵在了原地。姐姐想起贤秀的叮嘱，怪物的耳朵很灵敏，她一把捂住弟弟的嘴，两个人浑身颤栗，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怪物终于离开，两人刚松一口气，健壮的怪物就伴随着巨大的震动来了。没有眼睛的怪物被声音吸引过来，阴差阳错下，两只怪物打斗在一起。显然，没有眼睛的怪物根本敌不过健壮的肌肉怪物，姐妹两人趁乱逃跑，然而怪物追了上来。这时，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出现在怪物面前，正是智秀曾经见过的妇女。另一边，伊景在黑暗的配电室里穿行，拉闸之后，灯光亮起，供电恢复。随着亮起的灯光，带着疤的男人正用胶布缠在自己的伤口上，他的背上也全是伤疤。这个房间的主人正是智秀救起的男人。房间里的电脑对着那张带着疤的脸，男人死死地盯着屏幕，上面用血写着“后会有期，王八蛋”。突然插播的新闻出现在屏幕上，总统发表紧急通知，他用沉重的声音讲述现在危险的状况。而在这一刻，走在配电室的伊景被突然袭击的怪物拖走。两个孩子正无助地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怪物，生命变得格外脆弱，整个世界都在灰暗当中。住户们守在电视机前，看着总统的演讲。话音未落，总统突然流出了鼻血，就这样在镜头前变异成了怪物，随即被军人当场射杀。人们沉浸在震惊中，难以相信总统居然死了，这更让他们恐慌了。眼镜男因为绝望崩溃，园长也因为女儿下落不明而担忧。另一边，两个孩子瑟瑟发抖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女人，推着婴儿车的她在庞大的怪物面前显得格外渺小。然而她并不恐惧，反而平静地看着怪物，警惕他别伤害孩子，随即就被怪物打飞。昏迷中，女人看见一个婴儿趴在翻落在地的婴儿车里，女人拼命地想爬过去，却眼看着怪物一脚踏上去，婴儿车被踩扁，里面也并没有孩子。女人绝望地看着怪物，她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孩子因为事故死去的场景。原来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孩子死了。怪物一拳一拳砸向女人，两个孩子眼睁睁看着女人被砸得血肉模糊。这时贤秀等人赶到，贤秀让孩子们赶紧跑过来，怪物扭过头步步紧逼，突然被打倒的女人扑到怪物头上撕咬起来。怪物因为疼痛吼叫，女人双目是黑色的，明显不是正常人类的样子。智秀和郑宰先冲上去和怪物打斗，贤秀则带着孩子们离开。几个人约定在制作武器的大叔家集合。宰先引开怪物，智秀查看女人的情况，发现女人似乎正在怪物化。智秀紧握武器，随时准备击杀她。而女人虽然怪物化，但是没有丧失理智，反而关心孩子们是否安全，慢慢的恢复了正常。宰先将怪物引进窗前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怪物冲破窗户摔了下去，宰先安然无恙。智秀带着宰先回到自己家，在离开房间之前，郑宰先注意到了电吉他，这把吉他似乎对智秀很重要。另一边，恩赫在寻找妹妹，而妹妹此时正坐在自己的卧室，她的脚上有着伤痕。
他用刀将挂在墙上的舞裙划得支离破碎。聚集在1408的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饭，尽管食物简陋，但是仍然让人在这末世中有了一点生活的气息。电力成功恢复，而去配电室的伊井却迟迟不见踪影。此时的伊井被怪物的丝捆住，倒挂在空中的他动弹不得。忽然一个人向他靠近又离开了，他没办法看清那个人的样子，只看见那个人腰间挂了一串钥匙。超市老板要求住户们付钱买食物，就在人们对此不满的时候，被打成重伤的那个男人走了过来。他用行李箱装满食物分给大家，在大家都兴奋地接过食物时，抱着狗的女人却看见行李箱里分明有斑斑血迹。恩赫通过广播召集幸存者来1楼。幼儿园的园长偷偷进入控制室，打开了卷帘门，想逃出去找自己的女儿。住户们拦住想出去的园长，就在这时，园长的女儿出现在外面。他跌跌撞撞跑向这里，被拦住的园长疯狂地挣扎，呼喊着女儿的名字。恩赫看着离大门仅仅100米之遥的女孩，难以做出是否让园长去找女儿的决定。大家都手足无措，恩赫也不例外。就在这时，秀雄冲了出去想救他，可是刚赶到女儿面前，一根触角就直接穿过2个人的身体。而园长亲眼看着女儿被怪物杀死，悲痛欲绝。恩赫呆立在门口，任凭园长捶打。而听到广播的众人准备到公寓1楼集合。贤秀、智秀和郑宰宪告别1408的几人出发了。一个老人正坐在房间里写日记，房间里还有一个女孩在细心地照顾他。女孩就是日记中提到的佑丽。听到广播后，从未露面的2个人决定到1楼帮忙。住户们重新封住出口。失去了女儿的园长形如枯槁地坐在地上。在交谈中，超市老板的妻子知道意志坚强的伊井的未婚夫不幸去世了。而此时伊井挣脱了束缚，正在躲避怪物的追逐。伊井跳下管道，终于甩开怪物，可是自己的手机却掉在护栏外。就在这时，伊井的电话响了，来电人居然是伊井已经去世的未婚夫。伊井想努力地捡起电话，但是失败了。在洗手间里，超市老板和一个男人正在议论恩赫的冷血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恩赫就在洗手间里。实际上，恩赫的内心也无法平静。此时，精疲力尽的伊井回到了公寓。伊井质问恩赫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会遇见怪物。恩赫没有反驳，或许在准备带领求生者的那一刻，他就做好了冷漠的准备。电视上，军方在进行紧急播报。原来，人类感染变异并不是通过血液或呼吸，而是与人类自身的欲望有关。怪物化的黄金时间是唯一消灭怪物的机会。军方的新闻播报让人们有了期待，关于怪物的信息也越来越清晰。另一边，贤秀3人也在去往1楼的路上。几个人小心翼翼地穿梭在楼梯上，在地上看见了一具尸体。尽管是死者，智秀还是拿走了他身上的食物。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，贤秀突然被袭击，从楼上摔了下去，正好坠落在准备开门进去的恩友面前。贤秀回到了家人的葬礼上，面对着父母和妹妹，他的反应和之前截然相反。贤秀祈求他们不要死去。昏迷中，他听见有人在谈论自己是感染者。醒来后，在恩赫的提醒下，贤秀发现自己的体质正在慢慢变化。住户们害怕贤秀感染者身份，最后在恩赫的提议下投票表决是否留下他。1408房间里正在切菜的女人突然变异，眼光投向了床上的孩子。在投票过程中，超市老板执意要赶走贤秀，投票结果显示平局，让他恼羞成怒。正当他气急败坏的时候，鲜血突然从鼻子里流了出来。住户们隔离了贤秀和老板。醒来的老板害怕着自己变成怪物，而贤秀则一个人坐在旁边，神色平常。另一边，园长坐在沙发上，怀念自己的女儿。智秀在安慰过他之后，看着球棒也陷入了回忆。很快，回忆就被冷嘲热讽的恩佑打断。被智秀救下的男人脸上带着意味不明的笑容，可是他的笑容却突然消失了。走廊的另一端，脸上有疤的男人叼着烟看着他，快步上前，拳头落在他身上。为了躲避男人的殴打，他借口说自己怪物化，要求被隔离。第二天，贤秀睁开眼，脸上带着血的男人走到他面前，讨好地问他如何变成怪物，那张脸上带着卑鄙的笑容。另一边，超市老板的妻子递给伊井一根验孕棒。在这个环境下，伊井是否怀孕变得令人紧张。1408房间里，女人已经1个小时没有从厕所出来。察觉到不对劲的男人带着武器走过去，里面发出奇怪的震动声。打开门后，一个怪物映入眼帘，然而他并没有扣下扳机，反而愣在了原地。在怪物横行的世界里，一切都变得混乱荒唐。人们害怕变成怪物，讽刺的是，有人却向往成为怪物。
这个世界究竟是被怪物毁灭的，还是被人类的欲望毁灭的？公寓1楼的隔离室里，贤秀被恩赫叫去单独谈话。恩赫提出让拥有怪物体质的贤秀负责做危险的事，并要求他将1408的大叔带到1楼。而此时1408的厕所里，大叔看着眼前的怪物愣在原地。怪物看起来像正在孕育胎儿的孕妇，女人即将变成怪物，也在思念自己的孩子。大叔想起两人的对话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尚玉打开了楼梯的门，走了出去，贤秀跟在他身后一起上楼。临走之前，恩赫嘱咐贤秀先救出大叔，必要的话可以舍弃孩子们。而伊景也因为恩赫的冷漠而愤怒。恩赫以贤秀的生命为代价，将贤秀作为武器。伊景在和恩赫争执中得知，其实住户们也想利用他作为武器。恩赫提到，一个神秘的伯克曾经预言过这次危机，将其称之为诅咒。伊景吃惊地发现，这个博主正是自己死因不明的未婚夫。智秀在听见两人对话后，决定离开这里。而在楼梯上的贤秀和尚玉身上都有着打斗的痕迹，贤秀明显受了严重的伤，但是因为他的怪物化体质而迅速自愈。突然，怪物化的贤秀打开了一扇门，准备进去，而尚玉在拦住他时，被一只怪物的手拖进了火海。尚玉的脑海中闪过当年自己陷入火海的场景，一个男人在火海中叫着他的名字，让他不要过来。或许这段回忆和边尚玉身上的伤疤有关。贤秀冲进去想救出尚玉，突然冲出一只怪物扑向贤秀。就在这时，一支箭杀死了怪物，原来是准备去1楼的佑利和爷爷。两人身手敏捷，救下了贤秀。最后在门口发现了昏迷的尚玉。奇怪的是，怪物身边有许多尸体，却放过了被抓住的尚玉。怪物曾经是一位父亲，因为没能抓住被怪物掳走的儿子，难以释怀，变成了怪物。尚玉被佑利和老人带回了家，尽管身受重伤，却拒绝佑利的救治离开了。佑利和老人发现了贤秀在怪物化，老人立刻拿起武器。就在贤秀准备离开时，才发现老人并没有敌意，而是在开玩笑。老人提出和贤秀一起去找1408的人，而佑利似乎并不是老人的孙女，即使营救孩子们会陷入危险，但是老人并不惧怕死亡。而老人的一番话不仅触动了贤秀，也坚定了一旁担心老人的佑利。另一边，超市老板又一次对来送食物的妻子动手，妻子神情阴冷地看着丈夫，老板对她多年的殴打让她忍无可忍。老板并没有将妻子包含恨意的话放在心上，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一向懦弱的妻子身后藏着一把锋利的刀。脸上带着伤的男人玩味地看着这一幕，在妻子准备离开时，突然询问尚玉的去向，得知尚玉上楼后神情大变。尚玉回到男人的家里，在那个来过数次的屋子里翻找着什么，在搜寻无果后离开了房间。他注意到隔壁的一个房间，随即用从男人身上偷来的钥匙打开了门，那是一间暗房。一向冷静的尚玉盯着挂满了照片的房间，眼睛里带着恨意咒骂着男人。那是许多小女孩的照片，有的是男人和他们的合照，更多的是虐待小女孩后宛如纪念品一样的血腥照片。男人带着和蔼微笑，显得格外令人作呕。另一边，坐在轮椅上的窦直看着贤秀等人，有些目瞪口呆。恩赫正仔细地统治生存者的人数，看着这些名字，他不禁思考，幸存的人类究竟该如何面对绝望？但也正是因为幸存下来，所以应该走出绝望。1408的厕所里，蠕动的怪物曾经是一个温婉的女人。智秀和在线一起制作了求生标语，而伊景则因为怀孕心情复杂。脸上带着伤的男人划破自己的手掌，他借此证明自己并没有感染，匆匆离开。连住户们都察觉出他的慌张，而令他害怕到拿起锤子自卫的人正从楼上走来。尚玉表情阴狠，带着杀气，准备去找那个令人作呕的男人。一旁的在线本来准备拦住他，却意外看见了尚玉掉落的手机。尚玉被男人用锤子打中，但是他甚至没有停顿，夺过锤子，在震惊的众人面前把他打得面目全非。最后，尚玉并没有打死他，而是在下着雨的夜晚将血肉模糊的男人推出门外。这种人只配落入怪物口中。而同样伤痕累累的尚玉带回了园长女儿敏珠和秀雄的尸体。做完这些后，他准备拉下卷帘门，将自己也一同关在怪物肆虐的门外。突然，一只手阻止了尚玉落下铁门的动作。在线异常坚定地阻止了尚玉。僵持过后，尚玉终于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。灾难带来的不仅是死亡，还给因为死亡而分离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痛苦。人们安葬了死去的敏珠和秀雄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感触良多。失去女儿的园长决定坚强起来。
照顾失去父亲的孩子们。变异的贤秀成为了幸存者们的工具，也正因他的怪物化，才变得比其他人类更加坚强，更有活下来的机会。镜头来到了2000年9月，脸上带着伤疤的少年质问着那个影响自己后半生的男人，而男人却毫不在意，男孩出手杀掉了他。在法律上逃脱制裁的男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画面回到尚玉身上，男孩已经长大，变成了一个收钱就可以办事的流氓。一个男人带着仅有的积蓄，拜托他为自己的女儿报仇，而凶手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于是他来到了这栋公寓，开始了对这个罪人应有的惩罚。尚玉从梦中醒来，松开了被自己掐住脖子的佑利，佑利连忙吸入哮喘药。尚玉完成了任务，准备离开这里。走之前，他烧掉了女孩的照片和父亲给的报酬，委托尚玉的父亲已经自杀了，这也是载线在尚玉手机上看见的消息。载线的劝说让尚玉最终留了下来。厕所里，智秀突然流出了鼻血，她尖叫着走出公寓，住户们十分害怕，合力制服了智秀。气氛正紧张，恩佑就戳破了这场演戏。原来智秀是在假装怪物化。伊景回去寻找掉落的手机，想起曾在未婚夫的办公室看到过一份文件，关于怪物的预言似乎的确与他有关。伊景回来就看见站在门外的恩贺，恩贺要求伊景离开，伊景并没有反驳。孤身一人离开的伊景骑着老人的摩托走了，原来恩贺是在帮伊景离开。另一边，在郑宰宪的劝说下，尚玉同意负责超市，恩贺严格制定了生存法则，贤秀则负责和怪物搏斗，按照住户们的要求带回物品。虽然每天回来都伤痕累累，却没有抱怨过。都是心疼被利用却仍然关在隔壁室里的贤秀，但是形势所迫，只能如此。代表警报的哨声响起，一个怪物扭曲地走过来。超市老板的妻子一眼认出是自己的丈夫。怪物说了什么，妻子崩溃地亲手杀死了他。刚刚脱离危险回到公寓1楼的贤秀看见这一幕，不禁悲哀，猜想或许变成怪物的自己也是这个下场。而脸上带着血迹的妻子坐在角落，亲手杀了这个伤害自己30年的男人，似乎终于让他解脱了。原来老板说的那句话是对不起。伊景来到未婚夫的办公楼，就是在这里，他作为消防员赶到事故现场，又作为事故中死者未婚妻递交了辞呈。大楼里面空无一人，他找到了未婚夫的电脑，试了几次之后，用2人结婚日期作为密码打开了电脑。电脑无法连接网络，但是电脑本地上确实有未婚夫留下的线索。原来他就是一名感染者，并且被当成了实验对象。实验表明，如果感染者可以度过20天依旧没有怪物化，就可以成为特殊感染者，这也是阻止毁灭的唯一办法。而伊景的未婚夫在经历试验后下落不明，这一切被墙角的监控器拍了下来。突然一支枪抵着伊景的头，紧接着伊景就被军队带走了。另一边，公寓的幸存者们因为资源不足而恐慌不已。恩佑的话虽然冷漠，却一针见血。恩和表现出领导者应有的理智，但是这仍然无法解决资源即将耗尽的现实。贤秀在幻象中看见了变成怪物的自己，怪物蛊惑贤秀放弃抵抗，然而贤秀却拒绝了他。惊醒后的贤秀看见了恩佑，恩佑不忍心贤秀被利用，希望贤秀可以保护自己。虽然看起来叛逆冷漠，但恩佑有着自己的善良。出来时遇见了智秀和恩和，恩佑与2人起了争执，恩和动手打了他。不知为什么，恩佑对恩和的态度一直很恶劣。面对越来越危机的情况，恩和做出了对贤秀十分残忍的决定，直言他是怪物，并希望在他完全变异前找到活下去的办法。贤秀心里的怪物也曾这样说过，只是贤秀仍然在顽强地抵抗着，这不免让人感到悲哀。孤身一人的贤秀走进了停车场，突然遭到袭击。另一边的伊景被军方带走，在伊景的质问下说出了残忍的真相，未婚夫成了实验的牺牲品。伊景为了未婚夫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，他提出带他们找到抵抗怪物化的人。被派出去打探敌情的贤秀被怪物袭击，恩和尚玉等武力值在线的人前往地下停车场准备救出贤秀，而同时1楼也出现了危机，曾经攻击过伊景形似蜘蛛的怪物紧跟在孩子身后，斗志急忙赶过去救下孩子，可是在追逐中因为双腿残疾陷入危险，而姐姐也被怪物抓住。危急之下，斗志启动了之前设置的机关，而在停车场的几人救下了仍在昏迷的贤秀。可是在离开的时候，智秀似乎身体突然不适，发出了声音，惊醒了本在沉睡中的怪物。徘徊在人类和怪物边缘的贤秀或许就是解开诅咒的钥匙。正如恩赫所说，
如果人类无法战胜灾难，是否会进化成其中一员呢？而此时，小女孩也落入怪物手中，双腿残疾的斗志也陷入危险中。在黑暗的停车场里，怪物正虎视眈眈地寻找着猎物，而此时的几人躲在车底，不敢发出声音。恩赫摁响手中的车钥匙，通过不同方位汽车发出的响声分散怪物的注意。尚玉和智秀扶着昏迷的贤秀跌倒在地，怪物以惊人的速度冲了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恩赫开车撞飞怪物，几人急忙上车。在停车场里的怪物们一跃而起，智秀被一只怪物透过车窗抓住了头发，只能割断头发甩开怪物。停车场中怪物数量很多，尚玉身手了得，而宰蟹手起刀落也很厉害。最终，停车场的怪物们被老人用火烧死，几人成功逃出停车场。另一边的斗志无法行动，被怪物打伤了腿，一旁的众人却在犹豫是否帮助。尽管做过演习，几人还是因为懦弱不敢上前。佑利和恩佑赶去帮忙，两人启动机关拦住怪物，但是因为两个女孩力气不够，还是没能阻止怪物。就在这时，园长、超市老板娘等几个女人赶过来，几人危机之中合力拉住了怪物，将女孩向怪物扔去火把。怪物挣脱开，继续逼近斗志。赶来的恩赫和尚玉抬走了他，怪物则被醒来的贤秀一刀插中。怪物挣扎中，爪子插进贤秀的身体，贤秀被扑倒在地，在怪物的袭击下奋力反抗。在场的几人目睹怪物将贤秀打成重伤，十分不忍。最后，怪物和贤秀一动不动了，幸好贤秀并没有死。身负重伤的他挣扎起身，自觉地走向囚禁自己的隔离室。不顾性命与怪物搏斗的贤秀让大家十分动容，最终贤秀被大家所接受。女人的道歉和关心也感动了心灰意冷的贤秀。佑利对战斗中宰蟹受伤的手臂做了处理，恩佑看见他刚才似乎呼吸困难，询问情况。佑利回答恩佑自己没事。离开时，佑利看见尚玉坐在外面抽烟，习惯性的无视自己的伤。佑利心中有些气愤，他将医药箱放在尚玉身边，希望尚玉照顾自己。尚玉一贯消极，并不在乎生命，佑利却对生命报以尊重。正如他所说，在其他苦苦挣扎的人面前表现出求生欲是一种礼貌。正是因为活在末世，才更要活得有尊严。身患哮喘却不惧死亡的佑利感染了尚玉，尚玉主动请求他为自己疗伤。当佑利看见尚玉布满伤痕的身体，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男人经历过多少难以想象的痛苦。正在打饭的阿姨抬头看见贤秀，习惯性的回避他。即便大家接受了他离开隔离室，但是和他相处仍然很不自然。贤秀识趣的离开了，顺从的贤秀看起来很让人心疼。尚玉和贤秀两个被孤立的人处境都有些尴尬。看见老人走过来，两人习惯性的想走，却被老人拦住。老人狼吞虎咽的吃完了仅有的一点白粥。老人身上没有一个器官是健康的，年事已高的他却格外乐观，这让贤秀和尚玉受到了感染。恩佑正在给自己的脚踝包扎，恩赫走过来替他完成包扎。这一次，恩佑没有表现出抗拒，他用自己的绷带修好了恩赫在和怪物搏斗时断掉的眼镜。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却流下了眼泪。斗志的腿受伤了，他有些懊悔自己的没有，因为残疾无法保护孩子们。由于水箱受到了污染，恩赫找到斗志，希望他修好汽车以便离开公寓。眼镜男无意中听见他们的对话，误以为几人准备扔下别人自己逃出去。绝望中，他拿着壁纸刀威胁恩赫交出车钥匙，却被尚玉制止。恩赫向所有生存者宣布外出寻找生存物资的决定，外出意味着将自己陷入危险。眼镜男明白事情的经过之后，主动找到尚玉道歉。尚玉最终接受了外出的任务。贤秀突然听见一阵琴声，是智秀在弹吉他。贤秀请求将整首歌弹给他听，悠扬的琴声回荡在因为灾难而变得寂静无声的公寓里。这首歌的名字就叫《甜蜜家园》。另一边，恩佑看见晕倒的智秀，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经过恩赫的诊断是阑尾炎，这可能会导致智秀死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恩赫表示无能为力。在恩佑的质问下，恩赫最终决定即使困难也要尝试为智秀做手术。外出的任务又多了一项，为智秀带回手术用具和药品。商议后，佑利表示自己作为医生要一同外出找手术用品。于是贤秀、尚玉和佑利坐上了离开公寓的车。在上车前，恩赫嘱咐贤秀先去医院，如果情况危急，舍弃粮食，以救智秀为主要任务。而这一幕也曾在贤秀上楼寻找斗志时发生过，只不过这和恩赫当初过分理智，甚至准备牺牲孩子们的决定截然相反。看来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冷漠的尚玉，还有曾经不近人情的恩赫。而另一边，
众人齐心协力，为这场没有安全保障的手术认真做着每一项准备。8月25日，这本是贤秀决定自杀的日子。在很平凡的一天，穿着白色校服的贤秀向转学过来的男孩带着笑容伸出了手，想扶起倒在地上的他。那时候的贤秀还是个开朗勇敢的男孩，而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毁了他的生活。后来的贤秀被男孩不断凌辱殴打，渐渐变成了全校同学们孤立的对象。经受校园暴力的贤秀曾经也想过反抗，但是贤秀的父亲在男孩家的公司上班，贤秀的家人们不但没有保护他，反而给贤秀造成更大的伤害。而男孩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在那一天贤秀向他伸出了手。从此之后，贤秀性情大变，手臂上也多了因为自残而留下的疤。最后他决定在8月25日自杀。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世界随时都会毁灭，本该在这一天死去的他，正在这一天努力地活下来。突然一声巨响，被怪物掀翻飞到一边的车里，几个人脸上血迹斑斑，陷入了昏迷。准备给智秀做手术的几人听见巨大的响声，都是一愣。恩和意识到任务失败了，智秀情况危急。最终在没有麻醉和手术刀的情况下，恩和铤而走险，用壁纸刀为智秀进行了手术。另一边，即便是异于常人的贤秀也没有办法抵挡怪物的袭击。突然老人向怪物发射了火把，趁机扶起倒地的贤秀，可是自己却吐出了一口鲜血。老人推开贤秀，准备牺牲自己。就在怪物要落下拳头的时候，一辆横空出现的消防车将怪物撞向大楼，车里正是赶来的一警。尚玉从车里爬出来，赶紧救出困在车里的佑利，在汽车爆炸的前一秒，终于抱着佑利逃了出来。汽车爆炸的火焰灼伤了怪物，可是怪物异常强大，一警利用消防车与怪物抗衡，殊死搏斗之后将怪物撞下大楼。而恩赫这边也终于做完了手术，没有麻醉的智秀已经晕了过去。恩赫知道了一警怀孕的事情，询问一警出去后发生了什么，一警却只关心贤秀的情况。尚玉回到超市，看见宰宪独自一人喝酒，智秀的情况让宰宪很担心。交谈中，尚玉提起了那场烧毁了一切的大火。一警看着贤秀，唯一度过15天怪物化的贤秀，或许是阻止人类毁灭的关键，也是得到未婚夫消息的线索。醒来贤秀被突然出现的一警用刀划伤，一警质问着贤秀感染以来的情况，贤秀被他吓住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一警坦白自己将他的消息透露给了军方，生存者们聚在一起吃饭，苦中作乐，倒也让气氛没那么压抑了。这时超市老板娘却突然说自己出现了症状，主动提出到外面去。几个人不忍心赶走善良的老板娘，决定将她留在隔离室里。在进入隔离室前，老板娘看着贤秀心疼的哭了。此时她才明白同样怪物化的贤秀经历着多大的痛苦。老板娘的话也让贤秀流下了眼泪。一警思考着是否要按下军方给的信号器，突然一个男人举着枪靠近了他。一警制服了男人，发现男人是个逃出来的士兵，逃兵似乎极度恐惧着什么。另一边，贤秀和恩佑两个人坐在楼梯上，恩佑说他是最后一个看见他跳舞的人。恩佑对贤秀很好，被哥哥拆穿自己喜欢贤秀后，有些羞恼地跑走了。贤秀剪掉了自己的头发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好像慢慢丢掉了那些痛苦的回忆。智秀终于脱离危险醒来，看见宰宪一直默默陪在身边为自己祷告，在他醒来之后也一直细心照料。逃兵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，身上的对讲机里传来声音，吓得他浑身发抖。一警砸毁了对讲机，为了避免公寓被人发现，贤秀和尚玉赶紧去楼顶拆掉求生信号。一警前去看望隔离室里的老板娘，老板娘突然变异，一警在一旁陪伴着他，终于让他恢复了正常。贤秀两人在下楼时，突然看见了已经变异的保安走进了楼梯，两人匆忙赶往1楼，想拦住保安，尚玉却被一只怪物抓住。尚玉让贤秀先走，眼看电梯就要到达1楼，贤秀来不及爬楼梯，直接从楼上跳下去，想节省时间。坠落在地的他双腿骨折，但是仍然努力爬过去。另一边，变成怪物的保安举着除草机走出电梯，在即将砍向女人的时候，被宰宪的刀挡住了。宰宪的一只胳膊因为受伤无法使力，最终被怪物砍下了一只胳膊，而那只掉在地上的断臂还紧紧握着刀。宰宪捡起刀插进怪物身体里，赶来的众人看着这一幕全都愣在了原地。宰宪拼尽最后力气将怪物推进电梯里，他用自己的身体困住怪物，为烧死怪物提供了机会。最终宰宪和怪物一同死在了火海中。贤秀爬进来看见了这一幕，崩溃的痛哭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，流下了眼泪。这个善良的男人一直有些木讷，
全程信服耶稣的他，在灾难面前从未退缩过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放弃战斗。牺牲的人并不会离开，他理应获得无限的尊重，也理应获得所有人的铭记。此时，在那个用2根树枝和铁丝制成的简易的十字架旁，大家正在沉痛默哀。万念俱灰的智秀回想起了曾经温情的告白，不禁泣不成声。恩佑拿着巧克力安慰智秀，2个人各自诉说着过往的悲惨经历。恩佑不禁回忆起自己的任性导致了父母出现意外，自己和哥哥也因此成了孤儿，而哥哥也放弃了自己的前途，让他去热爱的芭蕾。他本想努力学好来报答哥哥，结果却因脚踝受伤不得不放弃，这一直也成为了恩佑的心病。恩佑开导着智秀，每个人都很悲惨，并不是你一个人这样。镜头一转，尚玉拿着宰相的脚祭奠着他的亡灵。被囚禁的老板娘一边在墙上反复画着正字，一边重复30年都忍了，还差这5天吗？机械爷爷坚持向一警说明大楼中一定会有地道，只要能找到，那就一定可以逃出大楼。忽然，英秀看到了一辆装甲车直冲过来，众人急忙躲开。装甲车上下来一群武装团伙，开始肆意掠杀大楼内的住户，还切下了1根手指，为了用指纹打开密码锁，结果还是没有打开。2个入侵者开始搜索起藏起来的人们，尚玉躲在墙后，眼看就要被发现。机械为了掩护边尚玉，对着2人的纹身一顿嘲讽，结果被抓走。一鸣将密码锁放入车内，这一幕刚好被一警发现，他悄悄地拿走了那个密码箱。机械爷爷被抓走的那一刻，看向了藏着小男孩的通风管道。在另一个持枪的人过来搜查时，小男孩遵守了与机械的承诺，安静地躲起来。坏人们用被割断的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圈，将人们囚禁在那个圈子里，一旦走出圈子就要被杀。为首的申中谢威胁大家，只要不再和他作对，就不会再杀人。冷静的恩赫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，都去过哪里，人们是被他杀死了，还是被怪物杀死了？他说，在潜入了一个小型教会后，发现里面的人自相残杀而死，并非是受到了怪物的袭击。还说这世上最可怕的是人，而并非怪物。小混混带着一鸣来找申中谢，才得知被一鸣耍了。恩赫通过刚才的对话得知，这些持枪的人是制服了军方之后抢走枪的罪犯。接着，尚玉与2名罪犯遭遇扭打在一起，一警制服了其中一个，并亮明了自己是特种部队前队员的身份。当申中谢看到大楼内的图纸时，开始质问谁是绿之家的领导和上次做手术时主刀的人。恩赫站了出来，领着申中谢找到了尚未变异的老板娘，但因为老板娘的抵死反抗，申中谢最终打死了老板娘。申中谢像挑衅一样问恩赫，作为医生为什么不为老板娘做死亡宣告？恩赫悲从中来，一鸣却为他合上了还未瞑目的双眼。这边一警已经和尚玉一起潜入到了关押大家的地方，大家一起合力与罪犯们搏斗，无奈双方实力相差悬殊，居民们最终还是落入下风。变异的老板娘苏醒过来，找到了大家，杀掉了一个罪犯之后，将长刀插进了贤秀的胸膛。贤秀无奈之下只能掐死了老板娘，打算与他同归于尽。当看到逐渐愈合的车贤秀之后，罪犯们得知他也将变异为怪物，立刻浇上汽油将老板娘烧死。剩下的人带着车贤秀进了电梯，电梯的灯光忽明忽暗，谁为刀俎谁是鱼肉还尚未可知。小混混回来之后，便用力去房间里想玷污他。房间中受了伤的师兄在保护了用力后，最终不敌小混混的暴行，最终还是用力将长刀插进了小混混的胸膛，自己得以获救，不想却放了哮喘。这边罪犯们带着贤秀到了天台，一警已解决掉了看守大家的罪犯，解救了大家，不想却还有个罪犯恰巧回来，逼一警放下枪，并说要杀死更多的人。当他把枪放下之后，罪犯开始殴打他，居民们与罪犯厮打在一起，一警趁乱开枪打死了罪犯。这时尚玉背着英秀找到了佑利，找到哮喘药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他，佑利则一直为自己杀了人而自责。尚玉安慰他说他杀的不是人。天台上大家在商量着怎样处理贤秀。申仲信说杀死他烧死他都太无趣了，打算慢慢宰杀贤秀。他们不知道隐藏在他们身边的一鸣也是怪物。就在贤秀生命垂危之际，一鸣掏出了申仲信的内脏，并将他摔下了天台，说道：你这次太过分了，仲信。一鸣与贤秀握了手，并说：你的眼神太棒了，幸会。此时残阳如雪的天空飘下了宣传单，上面写着特殊感染者检举公报。一鸣捡了起来，眼含讽刺。贤秀问他为什么杀了申仲信，还以为他们是一伙的。原来一鸣就是那个小型教会里面的幸存者，
为了活命选择潜伏在他们之间。两个人都认清了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不会害人的怪物。苟活下来的那个罪犯与众人对峙在一起，为他们看了公告，上面写着检举人将受到政府提供的人身安全的保护。一鸣带着贤秀找到怪物，并指着公告问他还愿不愿意相信大楼里的人会不伤害他。这世间有不害人的怪物，愿不愿意相信不伤害怪物的人？大家看着电梯降下之后，纷纷举起手中的武器。当电梯降下之后，一鸣和贤秀向大家挑明了身份，大家还是放下了枪。贤秀问一鸣接下来怎么办，他说狩猎一结束，猎犬就会死，得成为狼才行，并邀请贤秀和他一起走，找寻更多不害人的怪物。一鸣说人类与怪物是不能共存的，贤秀对此半信半疑。回头却看到人们拿着火枪对保护了英秀的怪物肆意烧烫，觉得十分心寒，对一鸣说你的话似乎没错。恩贺认为政府的公告是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做出保证，根本就是谎言。找到贤秀想谈谈心，贤秀却拒绝交流，又找到了一鸣。没想到一鸣提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军方在无法辨认人与怪物之间的情况下，会尽量扫荡尽可能多的区域，也就是不会增援，而是摧毁一切。这边斗志自言自语道，真的很想保护那群孩子们，虽然不知道能不能保护得了，但真的很想。接着他的瞳孔开始变黑，也就是同样被感染。机械在默默地挖土，恩又在劝说他不能过度操劳，不想却晕了过去。尚宇背起他狂奔，却被一鸣掀翻在地，拿到了他手里的钥匙，说他们想出去。贤秀看了看尚宇手里已经空了的药瓶，让他们出去。结果还未走远，一鸣就朝他们射击，还打死了绿之家的丙日。一警拿枪扫射了一鸣，但他却很快恢复。贤秀扑倒了一鸣，却被他按在墙上。一鸣还说贤秀杀死的其实并不是大神，而是他自己。这时机械爷爷终于挖通了地道，贤秀在危机时刻最终变成了怪物，杀死了一鸣。目睹了这一切的居民们，有的想打死已经变成怪物的贤秀，有的则阻挠说他还是那个贤秀。最后斗志抱着已经变成怪物的贤秀说，没关系的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受到感化的贤秀慢慢退回了正常人的模样，而斗志则被他身上的刺刺死。贤秀醒过来之后，已经忘了他之前编译过的事，全然失去了记忆。机械爷爷在安慰英秀时，想到了斗志留给两个孩子的勋章，为他们戴上后，第二天一早就没有醒过来。大家在翻看了他的笔记本之后，得知他终于找到了地道。雪花飘落，绿之家到底还是被军方包围。镜头一转，一个可以寄生在人体内的特殊的变异体开走了一辆车。贤秀想要出去，却被军方带走，以便保护大家。英秀把他带着勋章的围巾送给贤秀。幸存的罪犯在地库摸索着想逃走，却意外将一枚手榴弹引爆。结果军方误以为大家有武器，开始进行扫射，大家立刻躲进地库。恩佑发现贤秀没有跟上来，想去叫他。恩贺说由他去叫，并且说一定会毫发无伤地将他带回来。外面英秀为贤秀戴上的围巾已经飘落在雪中，贤秀一步步迈向荷枪实弹的士兵。此时恩佑回想起哥哥说过的话，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做出明确的保证，有很大的几率是谎言。此时他才明白，哥哥根本就是视死如归，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回来。果然，结局最后选择留在绿之家的人，除了拥有特殊变异体的男主角贤秀，另一位则是当时在绿之家的领导者恩贺。他留下的原因无他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，跟着大家逃离出去只会增加其他人的生命危险。之前他量自己体温仅剩9度，再加上最后的死亡镜头，恩贺坐在监视器前听着儿时的音乐，看着一家4口其乐融融的照片，他记录的纸张上滴着爆亮的血液。贤秀被外面的士兵疯狂扫射，脑海中想到的却是绿之家的人们对他的关心和爱护，他们友善的笑容、慈祥的目光都深深地在他的心里。博美雪小春带领大家找到密道的出口，成功躲开了军方的包围。一警与当初绑架他的军方碰面，离开逃生出口后，军方对一警说交易尚未结束。他将居民送上载运车后，便主动投身对方，希望借此获得更多丈夫的信息，包含现在的生死状态与所在位置。贤秀被军方带走后，发现驾驶装甲车的并非军方的人，而是尚玉。当时中弹倒地的他，被另外一个能自由穿梭在人体躯壳的变异体附身，所以严格上来说，开车的人并非尚玉，而是刚刚与他决战完的那位特殊变异体。人和恶魔达成了契约，当自己的夙愿被确定，精神将永远活在一个实现了自己欲望的梦里，而现实则变成欲望的投射。可怕的绝不会是恶魔，而是人心。甜蜜家园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